2025年，台湾特别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佮受到少子化影响哦，咱国内欠工的问题是愈严重。国发会望讲会当成国际人才佮留学生来台湾，嘛鼓励查某人甲中高龄就业。人力业者是建议讲，企业就要改善工作环境，优先中高龄的劳工，麦当来提供有春久的工作时间，予愈侪人有意愿来做事。 最近大乌克丽丽真欢喜伫咧表演，真侪时大人伫咧退休了，然后找到兴趣，生活就较充实。根据国发会统计，咱国内人口年龄即马中位数是44.4岁，到了2055年将会到56岁。台湾剩1年外的时间，就被正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。若再加上少子化，这样代表劳动力愈来愈欠。 企业面临较大的挑战，即便是包括制造业，也都完全很多都自动化，所以65岁以上可以再就业的这种情况是也可以非常普遍哦，可以延缓这个劳动力可能不足的现象。为了要解决企业欠人的危机，国发会即马提出解决的方法，对各方面做伙做，包括吸引国际专业人才，人数已经一年比一年增加，并且扩大留学生加交换生的人数。 一年有19000人注册，目标是1年4万。另外，也已经有18000外位优秀的义工，转做中阶的技术能力，并且继续辅导加鼓励妇女也个中高龄就业。目前整个社会对于这个中高龄劳工还是比较不友善哦，毕竟有一些这种雇主这边有一些年龄歧视，或是担心他们的健康、体力问题以及数位的学习能力。青壮人口愈来愈少，企业爱做调整。 迎接中高龄族群加入，人力业者讲，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改善职场的环境，优先中高龄劳工，也建议让透过职务再设计，或者是安排弹性的工时，吸引有经验、有能力的士大人，开启因的事业第二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